今仔日咧是旧历的12月16，也就是这信徒甲土地公伯啊做买嘅日子。各地头的土地公庙拢闹热滚滚。全台湾唯一有地乌西部的土地公，也就是中华会团文德宫，用远遵照传统举办收兵，也有祈福谢平安的活动，答谢土地公伯啊纪念照顾。 庙顶前闹彩彩，今仔日是买鸡，土地公庙未少信众来参拜。中华会团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一位地乌西部的福德老爷。庙方今年依照传统举办买鸡谢平安活动，冒传平安圆，互民众享用。今仔日算买鸡，买鸡就是阿伯的生日，要互这大家食健康的平安圆。今天拜拜的拄啊好，带小朋友来家食平安圆，保平安。 哦，阮拜足多年的哦，系啊，足多年头家买鸡，阮拢有来拜啊。人讲参头参尾土地公，台湾民间习俗会伫旧历初二16做鸡拜土地公，其中2月初2头鸡，12月16尾鸡会特别盛大祭拜。庙方表示，尾鸡甲头鸡较无共的所在是会有收兵仪式。阮就是咧恪守即个咱五爷平妹安尼吼，啊，阮搁演即个歌戏。 那个办仙，感谢咱这土地公伯啊，保庇咱的今年一年多来底平安啊，修行真好安尼。中华会团文德宫伫1688年创立，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庙方阁保留全台湾唯一的元宵迎灯牌活动，经过祭祀庆典，也为买鸡一路闹热到元宵节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